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哪有遮拄啊好的代志？啊，天下下哪会遮拄啊好的代志啦？我甘愿哦，美官即马来怨恨我嘛袂用互这种代志发生。因是共爸顾母的兄妹啊。啊，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咱总爱想办法解决啦。阿凤兄，你敢袂记？当初时，彩云姐也要过身的时阵，伊千交代万交代，叫咱来保守这个秘密。咱即马来是安尼做，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，彩云姐啊，咱敢对得起伊？是讲哦，代志到这款地步啊，你无讲出来，敢有别种办法？你想看卖，美官的个性参彩云一模一样。事当时彩云为着要甲水星相带走，无顾一切。今卖美官万不用甲志云相带走，但是要安怎？也毋过阿凤兄，我实在讲袂出嘴啊。讲袂出嘴嘛，就讲。我相信哦，彩云在天之灵，我会赞成咱安尼做，我哪袂怪咱啦。阿姨，你若是要来甲我讲，你稳重啊去照顾志玲，那安尼我多谢你。假使若毋是，请你出去，我无想要甲你讲话。美乖，你着乖乖听阿姨即摆好无？你别人代志拢我爱听你的，王大哥的代志我已经听你的。啊，志玲是一个遐尔好的查某囡，伊也无某也无囝，你哪叫我袂当甲伊做伙？你哪遐尔自私啦？我知影，因为你来怨妒我，因为你家己无结婚，你不是我有对象对无？美官啊，你是咧讲啥哈？阿姐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斗相共啊！你叫阿姨。阮就愿去陪伊照顾志玲，好无啦？阿姐，阿姐，你也坐听我讲啦。别管，你往那遮大汉啊，有真侪代志，阮袂用瞒我你一世人。恁阿姨。我要你去病院，我要你甲陈志英交往，伊有伊的苦衷。我今晚要甲你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你爱详细听清楚。你甲陈志英是共爸顾母的兄妹。姐，你讲啥？我讲你甲陈志英是共爸顾母的兄妹。阿姨，
陈志仁阿爸，叫做陈建昌。你的阿爸嘛号做陈建昌。你甲陈志仁是同爸故母的兄妹。我唔相信。美冠，我的温婉20几年，是因为你的阿母千交代万交代，叫我袂用让你知影，你的阿爸就是陈建昌。假使我阿爸就是陈建昌，哪个迄个为着我破病要送我去病院出车祸的张水生是啥？你讲啊！讲啊！张水生是你阿母心爱人，迄个时阵，因两个人相爱，也不过，你的阿母，因的爸母，病伊都爱嫁入要谈卡。张水生，伊无法度将恁阿母放互袂记，恁阿母嘛无法度接受陈建昌，所以两个人就偷偷的相带走。后来，你的阿母才发现，伊的腹肚内已经陈建昌的囡仔，迄个囡仔就是你，张水生。伊无气焰，将你当作是伊的亲生查某囝照顾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你发烧，因要带你去看医生。伫个半路出车祸，绊在山骹，张水生一直到死，为着要保护你，惊你受伤，也阁一直甲你揽条条。伊是用伊的性命来保护你，所以你阿母伫要死之前，甲我讲，爱你永远会记得，你的阿爸都是张水生，嘛爱阮永远当保守这个秘密。美冠，代志的经过就是安尼。美冠，我知影即马向我甲你讲这，你又无法度能接受，也毋过你爱相信，我甲你签20外年，我无可能会害你。你若不单单只因交往，后果你应该真清楚。我嘛对你死去的爸母，无法度通交代，知无？我去哭啦，一个人添一件代志，难免心肝头会艰苦。我相信咱美冠是捌代志的查某囡仔，你别烦恼，
金中啊，金中，志玲即摆安怎啦？阿母，你若即摆才来啦？医生讲阿兄出车祸最严重的呢，你上药油脂在换时间，我都头换落来啦。我有事，哇，啊紧改我！是要倒找啦？医生讲叫我找到适合的人，才使换。适合，啊是啥适合啦？拄则我甲万伟去检验过啊，阿母，你今日检验好无？阿兄伊袂等的啦。为你伤心的每一日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医生，检验结果安怎？根据阮检验结果吼，恁拢无适合。无适合。医生，你毋是讲敢若家属的上适合？啊，即摆阮拢袂用哩，我的阿兄伊毋是无希望啊。伊毋是无希望啦，只要讲恁其中吼一个人的血型甲伊有符合，伊就有救。血型，我会会使，我会生活我阿兄啦。你的血型吼无符合，袂用的啦。无符合，安尼啥叫符合？根据阮检验的结果，库鲁斯的血型有符合。库鲁斯是毋是？阿母，库鲁斯，你当考虑看卖，验过爱紧。我敢袂当先去看伊者。对啦。阿母，志良啊，你咧外口等啊，你甲包好，你要照顾好。我是在艰苦啥？志玲是周文义的囝，假使讲因后3顿2地，毋是拄好会当保护周文义甲陈建昌，我应该欢喜才对啊！有啥物好烦恼的？也毋过，志玲是无辜的，我饲伊饲20几年啊，这个囡仔。对我遐尔友好，我哪会忍心看伊遐尔少年就死去？搁安怎讲，伊嘛是我自细汉看到大汉的，我对伊嘛有感情，我哪会当见死不救？志玲，你毋是我亲生的，你身上所流的血。是陈建昌甲周文英的，你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不过，为即马开始，咱都有关系啊。因为你身躯内底有我的一块肉。顾小婷啊，你敢真正要安尼做？一个囡仔。总有一天会转去周文英的身躯边，到时阵，你甲这个囡仔同款是无关系，你何必要安尼做？苏小姐，借问一下，有一个出车的患者叫做陈志玲，伊人毋知有住咧遮无？有。啊，爱住咧倒一间病房？伊即马伫咧家护病房内底。家护病房？啊，是真严重少？是啦。家护病房安怎去啊？这位太太，家护病房你是袂当入去的哦。伊即马人啥款啊？伊即马。这位太太，陈志玲先生吼，因为车祸关系啊，两个腰子拢歹去。好佳在吼，因老母捐一个腰子互伊，所以讲伊才有法度通活命。兄弟，
你何必都安尼去做？这个不是你的亲生囝，你何必都安尼去对待你家己？阿姨啊，伫咧我知影，只有我会当救纪灵的时阵，我心内足艰苦的。为什么我要牺牲我家己去救周文英的囝？为什么不是周文英家己来救伊？我知影你一定会讲，这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谁叫我要去偷我伊的囝？这一定是天公伯啊！我这个歹人的报应啊！你不是歹人，你真伟大。为你伤心，等你啦，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声。你不是歹人，你真伟大。兄弟。你怨恨周文英，一定怨恨我一撮。也不过了，我甘愿看你家己幼稚去救志玲的性命。假使伊若知影你救伊，伊一定会真感激你。兄弟，我等下周文英甲你说多谢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母我囝一定会相认的。就亲像你甲阿凤啊同款，到时阵，志玲一定会怨恨我，伊会怨恨我一世人，就亲像周文英怨恨我同款。不会啦，兄弟。虽然我志玲是文英死的。也不过死的这一边，因为功劳较大天。而且这阵志玲，你安尼辛辛苦苦甲伊抚养大汉，抚养20多年，你搁互伊读书，无你有啥物资格通我来怨恨你？假使伊若是知影讲这条命是你甲救回来，伊应该要感谢你才对。甲周文英讲，甲全部的代志，拢讲互伊知影。为伫即马，建昌已经安尼啊，我嘛无迄个气力，搁甲伊相钱，互因母仔囝相认啊。